各位长辈好，我是骨科医师，今天想跟各位说些掏心窝的大实话。我们针对219种蔬菜进行了研究，想找出哪些能帮助70岁后的长辈重建肌肉。结果发现，在这所有的蔬菜中，只有8种真正有效，其余的蔬菜有些根本没用，甚至更糟的是，它们可能加速身体的衰退。这种后果，我在自己的诊所里见过太多了。曾有一位78岁的老先生，每天都吃花椰菜，但他的双腿依然逐渐萎缩，直到必须依赖助行器。还有一位80岁的老太太，跟风吃羽衣甘蓝，结果大腿无力到连自家的楼梯都爬不上去。接着是79岁的志明伯伯，他的情况连我都感到震惊。他只在饮食中加入这8种蔬菜中的1种，短短1个月内，他走进我的诊所时，竟然已经不需要依赖多年的拐杖了。这就是账面上好看的蔬菜与真正能挽救你体力的蔬菜之间的差别。但这里有个难听的事实，那些产值破兆的健康产业根本不想谈论这8种蔬菜，因为它们太便宜、太简单，效果又太强大，让他们无利可图。今天我要为各位一一揭晓这8种蔬菜，从第8名倒数到第1名。第1名的蔬菜每100公克就含有21公克的蛋白质，强大到足以与肉类匹敌。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这不仅仅是营养建议，更是生存之道。我今天提到的每一个参考文献和临床研究，连结都放在说明栏里，各位可以亲自查证。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请问各位，您今年贵庚？有哪件事是您希望双腿还能像40岁时那样轻松做到的？请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会亲自查看并回复。因为你们的故事对我不只是留言而已。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从排行榜的第8名开始。这可能是一种您一辈子都忽略的蔬菜。第8名，绿豆，每100公克含7公克蛋白质。绿豆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千万别被它的个头骗了。每份绿豆含有约7公克的蛋白质，是您能吃到最丰富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之一。不同于许多缺乏关键氨基酸的蔬菜，绿豆是完全蛋白质，这意味着它提供了人体无法自行制造的所有9种必需氨基酸。这对长辈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缺乏这些氨基酸，身体就无法正确地修复肌肉组织。2018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技术》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绿豆蛋白的消化率超过85%，这使得它比许多动物性蛋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74岁的退休技师阿德曾告诉他女儿，他觉得虚弱无力，无法继续整理花园。女儿开始每周2次在他的晚餐中加入绿豆汤。不到1个月，阿德笑着说，他终于可以推得动独轮手推车，而不再觉得手臂快要断掉了。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绿豆富含亮氨酸 leucine， 这种氨基酸被称为肌肉蛋白合成的启动开关，也就是身体将蛋白质转化为新肌肉的过程。如果没有足够的亮氨酸，肌肉对食物的反应就不会那么强烈，而这正是我们老化时会发生的情况。医学上称为合成阻抗 anabolic resistance。基本上，除非您摄取正确的氨基酸，否则肌肉会无视蛋白质。绿豆正好能提供这种关键营养。此外，绿豆还富含能放松紧绷肌肉的镁，以及能改善组织氧气输送的铁，让肌肉不那么容易疲劳。绿豆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证明了小兵也能立大功。虽然绿豆很强，但榜单上的下一种蔬菜不仅能为肌肉提供燃料，还能帮助减少
悄悄侵蚀体力的隐性发炎。第7名，红腰豆 （kidney beans）， 每100公克含7公克蛋白质。红腰豆常被误以为只是汤品里的配角，但对于7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它们是餐盘中最强大且经济实惠的蛋白质来源之一。每100公克含有近9公克的蛋白质。红腰豆在增肌强度上足以媲美鸡蛋，而且还多了一项优势，它们的蛋白质搭配了抗性淀粉和纤维，能保持血糖稳定和体力充沛。2016年欧洲营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至少吃4次豆类，如红腰豆的长辈，其肌肉量和握力显著高于不吃的人。这绝非巧合，这是生物学在发挥作用。以75岁的退休木匠阿土波为例，经过几十年的体力劳动，他的关节僵硬，体力也迅速衰退。他坦诚，因为费用和健康考量，减少了吃肉，但不知道该如何补充蛋白质。女儿介绍他吃红腰豆，教他如何加入汤品、炖菜和沙拉中。几个月内，阿土伯注意到他在花园工作时不再那么快感到疲累，早晨腿部的酸痛也减轻了。豆类为他提供了稳定的蛋白质，加上铁和镁等矿物质，有助于血液含氧并让肌肉保持运作。红腰豆对长辈如此有效的原因，在于它们富含赖氨酸 （leucine）， 这是胶原蛋白形成和组织修复的关键氨基酸。鸡蛋蛋白虽然极佳，但每天吃好几颗蛋并不总是切实际。红腰豆提供了一种植物性的平衡，填补了缺口，特别是对于受发炎或胆固醇问题困扰的长辈。此外，它们的缓释碳水化合物能提供长效能量，防止饭后疲倦。许多长辈抱怨的红腰豆证明了力量不必来自油锅，它可以来自炉子上炖煮的一锅简单豆子。如果说红腰豆能建立稳定的力量，那么下一种蔬菜蛋白就像是疲惫肌肉的火箭燃料，为身体注入大多数长辈最缺乏的氨基酸。第6名，黑豆每100公克含9公克蛋白质。黑豆虽然看起来小，但别被外表骗了。对于对抗肌肉流失的长辈来说，它们威力十足。每100公克含有近9公克的蛋白质。黑豆在蛋白质含量上其实略胜鸡蛋一筹，其氨基酸组成使它们成为70岁后重建体力的强力盟友。黑豆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蛋白质被纤维和抗氧化剂包裹着，因此它们不只能滋养肌肉，还能稳定血糖并平缓延缓恢复的发炎反应。2019年发表在《老年学与老年医学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至少吃3次豆类，如黑豆的长辈，其肌肉力量和活动能力分数显著高于不吃的人。这不是巧合，这是科学证明豆类能让您的双腿保持灵活。看看76岁的退休教师秀琴阿嬷，她以前常抱怨爬楼梯时大腿会有灼热感，以为自己再也无法独自提购物袋了。但当孙女开始煮黑豆汤和炖菜给她吃后，秀琴阿嬷发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2个月内，她不只能爬楼梯，甚至不需要抓扶手了。她笑着说：“这些小豆子比我朋友买的昂贵高蛋白粉还有效。最棒的是，黑豆便宜，随处可见，且用途广泛。您可以将它们加入汤、炖菜、沙拉或简单捣。盛泥作为磨酱，关键在于持之以恒，将其作为主食，而非偶尔的配菜。黑豆赋予您力量和耐力，但榜单上的下一种蔬菜蛋白提供了不同的优势。它是吸收速度最快的植物蛋白之一，非常适合想要获得有感效果的长辈。第5名，斑豆 （Pinto beans）， 每100公克含9公克蛋白质。斑豆外皮虽有斑点，
看起来很朴实，但内部每100公克提供近9公克的蛋白质，与鸡蛋不相上下。在纤维和矿物质方面，甚至更胜一筹。这对长辈来说是黄金组合：蛋白质滋养肌肉，纤维稳定，血糖病保持消化顺畅。这2点往往是70岁后健康崩盘的主因。斑豆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缓消化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的平衡，这意味着它们能提供稳定的能量，同时提供身体修复和重建所需的氨基酸。2016年，英国营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至少吃4次斑豆类食物的长辈，肌肉无力的风险比很少吃的人低了22%。这不仅仅是统计数据，这是每一口都在保护您。74岁的退休技师志明注此处沿用原文名字 George 的另一案例：胃区革改称老张。以前常说下午就没电了，太太开始每周煮几次斑豆炖菜给他吃，改变让他惊讶不已。几周内，他从沙发站起来时，双腿不再颤抖。他告诉一声感觉，像是有人把身体里的螺丝重新锁紧了。这是有道理的。斑豆富含亮氨酸 leucine 和异亮氨酸 isoleucine， 这是触发肌肉蛋白合成的2种关键支链氨基酸。它们还提供镁、钾、荷叶、酸，这些都是长辈常缺乏但肌肉收缩和神经传导所需的营养素。由于消化缓慢，它们能防止饭后血糖崩盘，避免让长辈感到精疲力竭。这使得斑豆成为维持全天候体力最持久的植物蛋白之一。最简单的吃法是炖煮、煮汤，甚至是做成泥状。只要避免使用猪油，改用橄榄油或香料烹调，就能增进心脏健康。每一碗都在滋养您的肌肉，并保护能量储备。斑豆让您保持稳定强健，但下一种蔬菜蛋白更上一层楼，它的赖氨酸含量几乎是鸡蛋的2倍，帮助长辈增肌的速度，连研究人员都感到惊讶。在继续之前，如果您觉得内容有帮助，欢迎关注这类健康资讯。您需要的健康真相就在后面。第4名，扁豆 lentils， 每100公克含12公克蛋白质。扁豆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栽培食物之一，现代科学证明它们也是最强大的食物之一。每100公克含有近12公克的蛋白质，扁豆将鸡蛋远远甩在后头。它们还富含铁、镁和叶酸，这些是长辈急需的营养素，能保持肌肉运作和血液流畅。扁豆的突出之处在于人体利用其蛋白质的效率极高。2020年，美国营养学院期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周吃4次扁豆的人，即使整体蛋白质摄取量相同，其肌肉量和握力也显着高于不吃的人。对于对抗肌少症 sarcopenia 的长辈来说，这就像在厨房里藏了秘密武器。扁豆富含大多数长辈难以摄取足够的赖氨酸，而赖氨酸对于修复受损肌纤维和建立新肌肉至关重要。结合扁豆的缓消化淀粉和高纤维，您将获得稳定的能量，而非血糖的暴冲和崩跌。这意味着您的肌肉能维持更长时间的燃料供应，让身体整天处于合成代谢及增肌状态。与动物蛋白不同，扁豆零胆固醇，且有助于降低发炎。这是老化肌肉和关节的另一个隐形杀手。扁豆很容易料理，炖汤、与米饭一起煮成完全蛋白质，甚至做成饼状代替肉类都很适合。经济、实惠、容易取得，且蛋白质密度极高。扁豆是长辈想要力量和独立生活最被低估的食物之一。扁豆以纯粹的蛋白质力量建立强度，
但下一种蔬菜蛋白运作方式不同，它能加速活动后的恢复，帮助肌肉更快愈合，让酸痛不会把您困在椅子上。第3名，毛豆 edamame 即年轻的大豆，每100公克含14公克蛋白质。毛豆也就是大家常在日式料理看到的嫩大豆，是地球上最被忽视的增肌食物之一。每100公克含14公克蛋白质，轻松击败鸡蛋。而且不同于许多蔬菜，毛豆是完全蛋白质，这代表它含有比例完美的全部9种必需氨基酸，这正是70岁后肌肉重建所需的精确燃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将蛋白质转化为肌肉的效率偏差，这就是所谓的合成阻抗。毛豆透过提供亮氨酸肌肉生长的开关，来帮助克服这个障碍，其含量可与乳清蛋白媲美。2012年发表在美国营养学院期刊的一项临床试验证实，大豆蛋白在配合运动促进肌肉增长方面，效果与动物蛋白一样好，而且还有降低胆固醇和支持心脏健康的额外好处。看看74岁的退休护理师美惠姐，她热爱园艺，但承认隔天早上腿和背总是痛得让她弯着腰。孙女介绍她吃撒了一点海盐的水煮毛豆，起初她以为这只是零食，但规律吃了2个月后，美惠姐发现她可以做更久的园艺，而不会有隔天的酸痛。她告诉老人中心的朋友，就像我的肌肉现在会反弹恢复，而不是惩罚我。原因很清楚，毛豆完整的氨基酸普能加速恢复，而其中的异黄酮 isoflavones 这种天然植物化合物能对抗让长辈肌肉感到虚弱酸痛的发炎和氧化压力，加上钙、镁和维生素 K 等矿物质，毛豆不止增肌，还能强化骨骼病，改善稳定性，帮助长辈走路更自信。不需要复杂的食谱，只要将毛豆放入锅中蒸煮5到10分钟，剥出豆子，当作零食、沙拉、配料或配菜享用。这是一种每天轻松摄取完全植物蛋白的美味方式。毛豆帮助肌肉快速修复和恢复，但下一种蔬菜蛋白更进一步，给予长辈长效的耐力和能量，让双腿数小时保持强健。第2名，黄豆芽 soybean sprouts， 每100公克含15公克蛋白质。黄豆芽在市场角落可能看起来不起眼，但以重量计算，它们是您能吃到浓度最高的植物蛋白来源之一。每100公克含15公克蛋白质，轻易超越鸡蛋和许多动物蛋白。黄豆芽对长辈特别强大的原因是，发芽改变了黄豆的化学结构，它分解了抗营养因子，提高了氨基酸的可用性，并使蛋白质更容易消化。对于长受胀气或吸收不良困扰的长辈来说，这是个关键转捩点。2017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技术》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发芽大豆的氨基酸生物利用率 bioavailability 比未发芽的豆子高出30%，意味着您的肌肉实际上能利用更多您吃下去的营养。78岁的退休工程施旺博以前总是避开豆类，因为他说吃完肚子会像气球一样胀。但当女儿建议尝试稍微清炒的黄豆芽后，他试了一试，将其加入餐点几周后，他不只发现消化不适减少了，日常散步时也更有活力。他自豪地告诉医生，我终于找到一种能强身健体又不会造成负担的食物了。这是有科学依据的。黄豆芽富含触发肌肉蛋白合成的亮氨酸，同时也富含维生素 C、铁和叶酸。维生素 C 支持胶原蛋白修复，铁负则将氧气输送到运作中的肌肉，叶酸则有助于生成新的红血球。这些都是长辈远离疲劳、
保持肌肉强健的必需品。此外，豆芽含有强效抗氧化剂，能减少氧化压力，保护老化肌纤维不致过快分解。您可以生吃做沙拉，加蒜快炒，或加入汤中增加蛋白质。它们清爽脆口的质地，使其易于融入几乎任何餐点，而没有整颗豆子的沉重感。黄豆芽能快速重建力量，但榜单上的最后一种蔬菜蛋白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其蛋白质含量和肌肉燃料动力强，大到科学家说足以媲美肉类。第一名，成熟黄豆、大豆，煮熟后每100公克含21公克蛋白质。位居榜首的是植物性蛋白质无可争议的冠军成熟黄豆。一旦完全长成并煮熟，这些豆子每100公克提供惊人的21公克蛋白质，比4颗鸡蛋还多，比几乎任何蔬菜都多，甚至媲美瘦肉。对于70岁后对抗肌肉流失的长辈来说，黄豆简直是奇迹。它们不仅蛋白质含量高，更是完全蛋白质，能以身体修复和建立肌肉所需的精确比例，提供所有9种必需氨基酸。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人员常称黄豆为植物界的肉。2012年发表在《营养学期刊》的一项随机试验显示，每天摄取大豆蛋白的长辈，其肌肉增长量与摄取乳清蛋白的人相当，证明了您不需要依赖动物来源来对抗肌少症。79岁的退休钢琴老师淑芬姐几乎要放弃每天的练习，因为才坐在琴椅上20分钟，她的手臂就会颤抖，双腿僵硬。当孙子说服她在沙拉和汤里加入煮熟的黄豆时，她原本半信半疑。但3个月后，她自豪地宣布，她恢复了弹琴1小时而不感到疼痛。医生也证实她的肌肉张力有显著改善。她告诉教会的朋友，感觉就像有人把10年的光阴孩子了我。她转变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不容置疑的。成熟黄豆富含亮氨酸，能开启肌肉蛋白合成的开关，同时含有异黄酮，能预防发炎和氧化压力这2个导致老化肌肉衰退的隐形推手。加上镁、钙和铁，您得到的是一种不仅能增肌，还能强化骨骼、支持循环并足、挡疲劳的食物。不同于许多补充品，黄豆是原型食物，意味着您获得的是协同作用的完整营养，而非单一化合物。准备工作简单却强大，成熟黄豆可以煮到软嫩后，加入汤、咖喱，甚至淋上一点橄榄油和香草单独食用。持之以恒是秘诀，将它们片成每周的主食，可以彻底改变您的力量、活动力和能量。黄豆证明了年龄不一定等于虚弱，只要吃对食物，即使过了70岁，您的身体也能重建肌肉，重拾自信并保持独立。我们刚刚倒数了8种蛋白质含量比鸡蛋还高的蔬菜，每一种都有科学背书并证实对长辈有效。从不起眼的绿豆到强大的黄豆，这些食物不只是配菜，它们是生命的救生所。肌少症及60岁后肌肉逐渐流失的现象，在80岁时影响近50%的长辈，但这并非不可避免。透过正确的营养，您可以减缓它，逆转部分影响并重新获得您以为永远失去的力量。所以我给各位一个挑战，这周您会将哪种蔬菜加入您的餐点中呢？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我会阅读并回复每一个故事，因为您的经历可能会激励下一位观众采取行动。如果您觉得这些资讯让人大开眼界，请给这段内容一个赞，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也别忘了持续关注更多有科学依据的长辈健康新知。食物很简单，科学很清楚，结果可能会改变您的一生。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想分享个人经验，请随时在下方留言，我们随时倾听。感谢您的收看。